贵综合病院妇产科的部长林大清医师表示，子宫内膜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癌症。虽然大部分发生在更年期过后的女性，因为更年期的变化在停经后来发生，大约占25%。而年轻的患者嘛有3%到5%。真侪年轻的女性在得到子宫内膜癌，一般拢希望会用保留生育的能力。对此，医师会根据患者的年龄甲癌症的分期，来制定个人化的治疗方式，希望会用保留一线的生机。第一，你要保留的话，第一你是年轻人，你是想怀孕。如果你不想要怀孕，你这个当然就不需要去保留这个子宫，就照标准治疗就可以了。第二，你的期数必须比较低，最好是 1A 好，第一期的。那 1B 勉强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切的话就比较危险比较高，所以最好是 1A 的。那第二个，你的级数要低，细胞的不好的级数，我们分1、2、3级嘛。那低级数指1跟2，那最好是1。可是我们1、2，你可以把它细分，知道它的细胞的比例是多少。我们1跟2跟3，事实上它里面的好细胞跟不好细胞比例是有不一样的比例的。那第三，你的手术是很干净的。那你的电脑断层、核磁共振都表示说，哇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你切下来的东西送去病理科，你也没有发现说它有类似侵犯往外跑的现象。刚才淋巴间它就是已经往外跑了。那第四个，最好是你的切下来的报告说它对黄体素的反应非常良好。那这样的话，即使用口服药或是放避孕器，都可以很有效的把它压抑下来。那这就是我们选择的。所以你只能选择，最好是建议是选择这样子。当然，条件看每个医师的想法，这是我们最好的建议是这样子。林医师表示，因为本身是专攻不孕症，因此接触到的子宫内膜癌的患者，大部分拢是年轻者。因为不孕症不容易来排卵，加上肥胖，甚至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因此在子宫内膜癌的治疗过后，真侪拢需要做试管婴儿。除非癌症非常的早期，而且内膜无受伤，才有自然受孕的机会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